係呢個數碼時代，加拿大中信嘅文字宣教事工持續擴展，將福音透過書籍同刊物傳遞到千家萬戶。2025年，我哋將透過擺放書攤、舉辦專題活動，幫助信徒扎根真理、靈命成長。喺2025年或者未來呢段日子，我哋最大嘅目標咧，就係發展我哋嘅網上書店。喺短期目標咧，我哋好希望我哋嘅網上書店咧，能夠讓弟兄姊妹瀏覽到所有佢哋可以買到嘅屬靈書籍啦，或者禮品。咁只要佢係身處喺加拿大，就算喺千里之外咧，都可以輕鬆下單。咁但係長遠啲咧，我諗大家都會認同，無論係電子出版啊、電子閱讀啊，都係一個大趨勢嚟㗎啦。其實傳統嘅紙本書同埋電子書咧，唔係一個對立嘅關係，而係應該互相去互補嘅。所以咧，我哋亦都希望喺嚟緊嘅日子，我哋會更加緊貼基督教華文出版嘅大趨勢。我哋盡量為我哋嘅弟兄姊妹去到搜購呢啲書，推介俾佢哋，希望咧係拓闊大家嘅屬靈視野。我哋嘅無聲宣教士將持續送到訂閱者手中，讓主嘅話語進入每個家庭，帶來盼望與改變。願主使用加拿大中信嘅文字宣教事工，讓我哋攜手同行，將神嘅話語傳到更遠嘅地方。